夫妻相会讲啥么子？所说你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美德，叫知恩图报。每一个人谁知不人讲，滴水之恩要永垂相报，这是美德。苗军梦里向金继称，谁是实讲一位义士？自家的生命就把阿哥视为来受罪，但是现在啊，阿哥视为来遭受冤枉，判人死罪，归了给了。金继称为此要去阿哥去偷改。因为自家的面孔，大哥有几分相像，相信白发们，大哥调误改了。李成有天阿哥怎么改了？嘿，因为是为了判人死罪。8月中秋，真相到处，今朝要杀是为了。是为了回来了，那经济层当然要对帮发展。帮单发让那个经济层要死着喽，嘿，今天来不为事。那么还有人来追呢？后续洋人离开此地，后路开封啊，150里路，遇着金鸡岭凤凰岗。西浪向交波楼台王打3000名义士，让交长里向马不好，今朝要激发上要举事为来。所以在交长里人多不得了。哎，搿么的是勾来3个女的，8对8扎，一身受服。搿么来个啥人呢？就是西浪下女帝王东山君小姐。今朝里满从子提回来收这个未婚妻，前肉才大概得来几点小姑人。搿么不对哇，东山君嘛30人咯，满从收这人嘛一开始要抽8关。不爱，蓝台王的里说，你今朝用不上开口，你这样哭孩子。但是边浪向2个屋里呢，市里向大也难嘛地的。那么2个屋里啥地方人？杨州人。那么在杨州里收据嘛，路并不有了，我去收据我们还便当的。嘿，不晓得路没不有呀，这海话是大腿有罢了还。那么请神勇蓝将军立要干了个收据闲话，开一个妇女熟人班。一夜天下来后，2高头学得来昏头切冲，但蛮聪明，自以为学得已经不错着。现在2个屋的吹不还是一条手里向拎着只地盘来嘛，忙成发上而来。这纸里向难骂是难骂的嘞。哎呀呀，嗨，谢家！哎呀，谢家！谢家，你当心子哦！谢家，你口仔细。哦，你这孩子哦！谢家，你口清爽了，前头一块砖头，你要给的呀！你当心得跟头哦！是呀。哦哟，谢家他也写出来话子。我30分收据人，别个听见你这个收据还话，总归给他干一个头，不准了还。山高的大概在人球子外头有2个打穿了让布水，一个屋里打上来。喂，偷说多。你老喊我什么子？偷说多。读书多，但不喊我来书多。哎呀，等你客气怪偷说多客气清爽的读书晓得。哎，偷说。是的。那你的海鲜叫来着哟？海鲜叫。哎，你的海鲜叫来着，要几点取回来？要几点里向个沙盘取回来？哎，你到海鲜叫啥东呀人家？啊？你海鲜叫啊？你海鲜叫么是取回来的？格子布。格子布，可是为小分布了，还有牛仔布了。哪叫格子布？哎呀，你海鲜叫是取回来的格子布。哎。那么取回来么是你海鲜叫个格子弓。格子布。哎，格子布，格子布。啥然后人二枪被掉，吃不起了。啊，那么要进去几个人？哎，那么你上去，那个偷来要去通兵一声，你海鲜就要几点取回来？你上头偷来要了海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必须当中个偷来要玩？必须当中哪偷来要呢？哪叫偷？哎呀，等你当是干不清爽的。哦哟哟，该那么偷，该那么写。偷来要？偷来要哟。哦哟。你收罪人还偷来要？收罪人。当高得眼的收罪人，但只给他开封上游子，听见收罪人嘛，蛮开心，帮他同乡了。哦，这样说起来，你都是一家收罪人。
送罪来哇！哦，搿么到两高里呢？你们还是送罪领哇？这样不对，离开收据，看着你个收据闲话，那变得啥样子了？你到两高里啥个收据啥个？送罪领。收据人，这个收据领呀！你到两高里要算收据人个。对对，呱呱个送罪领哇！也西瓜真多收据人。哎呀，同说啊，那家不是收罪领，所以听出来弄个收罪闲话了不像。你如果是收罪领了，用不上门的个。一听嘛就晓得侬两啥闲话是滴滴呱呱个收罪闲话。哎呀，滴滴呱呱了哦，你。滴弄咚口口不大对了还话。哎呀，你不晓得，那不是生在收罪，养在收罪哇？收罪的上话是脱落说哇，还是嘎不来听听呐？收罪城里向有个后圈山，城外有个球苗谷。本多娘个的，城里么有苗谷，城外么后圈山，那啥光得半个强强呢？啊，哎呦，那干错他在干错他在。那收据落到哪里讲呢？侬收罪啊？侬收罪是破门阿头。破门阿头。哎。破门阿头说毛的呢？看看看。破门阿头。破门交错。别好。别好已经不对了海了。哪个口有么破门阿头不辣海的？啊。哪个口有么稍微补上，往补面补得来。补得哪块啊？哎，总归10块2块，不能1块，总归。补到么那个过去的到富山国里么，错不对？到富山。富山富山上然后叫东西不放下来不比不清爽了还，手机是谁手里也分起过呀？红里点总归不错的。对啊。对个。对。不对，富山人讲闲话没啥强的，在过去的到上水么了，稍微近点子。上水啊？红里点吧。那也不对，上水人没啥句闲话。在过去的到真港么了，真的真真真港真真。是的。对的。顶下了8个头的单个么，那么真哈。对的。这了去的，弄得这点瞬间别得里港不了。好的，你到3进去了，你到两高里呢？你两高里么不是你还晓得嘛？还要进去吗？也要进去的。你都是还3这个少年？你是还晓得个小姐妹他的？小姐妹的。少个叫小姐妹的啊！哎呀，那平常辰光嘛，当着你还晓得打衣裳、打米汤水，不是你还晓得小姐妹他的？好是客气的了，为小姐妹的，搿种么蛮清爽下头哇！哦哟，下头了！我自家不说的叫下头了，要你来叫下头啊！哎呦，这个媚娘们老的啊！等，哎，我不要等。一个秋子一对饼干等了要，当初收据来肥本子么在哪里子？来，要不来要吩咐啊！杨多西，哎，我下地啊，快点进去，来，进去。晓得。哎，还想叫娘们进去记得快点进去吧。谁搞的忙进秋子里向来？这些辰光的东山进小叫心里想慌啊！啥子自个是高来西呀？非但是恩公边浪向，恩公抬起头来一看，哎呀，你不是我未婚妻呀！不哩黑臭八家，欲爱大叫，心里想一晃么头一低，哇，手指骨一低，拿着面孔捉摸他。这种哭，边浪向屋里的纸里向得实力难办的。哎呀，海姐姐，你当心啊！你可仔细啊！你当心子啊！小心跌跟头啊！哎呀，公呀，你的海姐姐来哭你的呀！哈！经济上还听见海姐姐来，杀进来，杀来！哎呀，杀手机够得来！我大哥几分相的，当场么弄不清爽。阿哥他杀当面判清，搿是李白看起来，我不是以为嘞，不可能不害处，白也害处吧？害处帮是要出大事体，要害人家，搿么哪办法？心里一急，搿部队的人头发比较长，搿对忙门前，砰一冲，发出劈下来，劈到面门浪向，拿面孔捉摸，头身当一声不响。喂，公呀，你还写叫来苦男子呀，辰光不在子呀，你遇上个闲话还在讲呀？哎呀，那么哪办法？我想不讲，根本都哭得两声，出气没捞得子。半夜讲我讲的少，
我不是阿公，我是经济村的。翻译刚出版，我不口音，阿叔也听出来，没哪办法，所以心里急得不得了。你不讲的，旁边当差的，但看来是不讲的，你也是这个临终们的终于闲话吧，哪办法？所以心里来得个劲，对呀呀，哎，能不能被放？彬彬，太息来双林。吃，我非手举谁为来？吃不吃，你是后来的经济称。我是吃不吃，当日并大金家镇。我是赢得哥哥来聚谁生？我是十八吃，与哥哥容易相反法。东是红门东年龄人，一直进来共四生。我是十八吃，北海杂鱼缺。我是端阳，是在荆棘门，第五哥哥伏必定。我是十八吃，哥哥不是上头给。十八吃，我是脂肪汤，几万亿所有人，拿了金皮鳞，主动军。海底人有好吃的亲，我是十八吃，狗一曲风相信，那王人没地走批文。十八吃，我待在脚上是一个心。我是十八吃，少上哇，你们须悲切，莫伤心。12狗狗走后门。
们神口相传，落天人不许知了是用相亲。罗里说得错，边浪向个东山君，就是接得来。少姐们单子恩公边浪向这样，得鸡呀要喊个呀，我在恩公边浪向，你怕放炮，为何你马上还动手这样？哎呀，道理周你的鸡呀，你那不放炮，你再不放炮，是我也龙江这样。龙江，嘿，是呀，龙江话的。你到两高里不是讲旁边草人看好了还。老兄，那不得了哟！不这样夫妻哇？谁是讲我看到现在的？哎呀，有种讲夫妻是白天呢肯定扑上去的呀！哎呀，来拉不开。就是说话，搿种这样夫妻的。有种讲哭得来绝过去的嘞。我会搞来些个。不这样真干。搿是要慢慢看得来。说个闲话你不个讲。茶你要经过来，喂喂喂！咦，我的啊。偷说啊？别当我手臂吃里去的。哪啦？两高里到底也是夫妻啊？哎呀，风说来在这里干个不子哇？滴滴呱呱个夫妻哇？滴滴呱呱的，夫妻这样个，你看人闲话不讲，妈妈桑桑这样不认得哇？哪道理啊？啊！哎呦，不领着哇！我懂三教个意思个呀，让冰神光。哎呀，三教你这个冰下去，龙我家子哇！咁呐，注意的，我不来趟一趟子哇，那里手打落打是落打。哎呀，痛说啊！哪来？你儿子来了门啦！你的汉姐叫少去不开口不讲啥？难道现在不讲闲话？你道理吧？说啥个道理啊？哎呀，你这个汉姐呀，今在看见你公鸭个中枪的嘛，那心里想难过呀。哦，看见你搿种腔调，我要吃只南瓜，胃口倒蛮好了。什么南瓜呀？但是这个南瓜是心里头难过。难过？哎，伤心。难过哪里？难过哭总要哭惯，闲话总要讲惯。开不着口，你看我们的小姐啊，在哭呢。当初一听不对个闲话，那越来越往不明去的。哎，那个闲话哪上讲啊？越来越不明去的。忘得了，忘记了的。你汉姐叫等你公要，外文北堂澄清的呀。分包堂澄清讲不出。分包堂澄清嘛，看你为情的呀。晓得的。哎，过来到你身边边，哎，新娘啊，手举过得来，生理四百万，有闲话快点讲，等到再冰些辰光来，要滚多出去讲，不成功是不管个。啊，再讲吧。是，也叫想拿冰封下去，再冰下去要龙家子，怎么的哈？孩子喂，海里少家，这还是古人喂，难为人讲，自家么高来时，满车后，为要害不人讲古人。不，伤心为下，谁知不一趟？哦呀，故事！哎呀，孩子一啥么为呀讲了喂？讲的啥家？可一动你个闲话。但是讲不出来呀。我是不吃，我是手举的细肉菜，是不吃。
兄妹相为可得。两高头再讲不吃，有啥辰光讲呢？下趟有机会再来讲，请听。